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12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A 跑道，頭兩場掛牌為好地，第三場場地掛牌改為好字快地。想分享下場次170 5班1650米1號馬和道威，尾135磅，12檔起步，出閘喺尾，慢慢移入內欄，過咗滿貫廳，輸一條街，彎前移出3碟，最後200仲輸好多個馬位，越衝越勁，最後輸1又1/4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72 4班1650米4號馬迎妙星，尾129磅，一檔起步，直路攞位，論論盡盡，最後100字騎到，返嚟啃頸4，輸半個馬位，捧場客大嘆冇運，先紀錄低。場次177 3班1800米12號馬99為尊，尾117磅，12檔起步，出閘後慢慢移入內欄，上大石鼓逐步而出，揈到最出入直路，最後200仲輸好多個馬位，越衝越勁，啃頸4，輸頸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